继续来看，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开记者会来指控，讲民进党的前秘书长吴乃仁出入到高级的日本料理店，去年的12月宴请到台北地检署5个检察官来食饭。安尼一来，检察官是不是有违反到职业伦理呢？法务部长郑明谦讲，已经启动行政调查。台北地检署很厉害啊，特地的检察官非常会结交绿营权贵啊。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点名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出入正高级的日本料理，和检察官同齐食饭。黄国昌预料时间点就伫咧去年12月，吴乃仁去一间上少开6班的高级餐厅食饭，又伫咧做连日中人的担当的招呼案内。食饭人阁有北检察官齐明苦在内，等等5位检察官。不过根据北平媒体报道，4位检察就是同学年底伫咧招食饭，唔知影吴乃仁冇来参加。吃到结束的时候，赫然发现，哦，原来跟我同桌吃这么久的人叫做吴乃仁啊！讲这种话不会笑掉人家大牙吗？我们怎么一个法务部部长，他可能知道里面是吴乃仁，他也得罪不起啊！讲话软趴趴的。这部分在第一时间，台北地检署已经启动行政调查。那昨天晚上我们也请台高检来，责请台高检来做行政调查。法务部长崔明会已经请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在检调机关打击犯罪不力，我们当然要求，但是对于任何的关系，不能用连连看的方式来予以影射。对于这件代志，预料吴乃仁本人无回应，预料内容是有影无影，是想伫咧招食饭，还是相请的？检察官敢有违反职业伦理？北检嘛开始启动行政调查。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